有公益形象真好的网青彬彬哥，佮出代志啊！伊向指控伊煽动观众去买这个泰国的布拉牌哦，甲古曼童，这个古曼童就是金童子的意思啊。这是泰国佛教帮助早夭的孩童啊累积福报，有机会投胎转世一款圣物。有观众都开了100几万，甚至含厝啊，拢来买去啊，去来买这物件。不过摕到手了后，伊发现这拢是假货。 我们没有授权让你们可以对外直播，现在有，我刚刚已经接收到投诉了。进前者因为伫校园直播引起家长的不满，搁互台中市长黄珊玲、网红彬彬哥搁加一项争议。如果你心态是好的，就买一般的小一点的，越供奉越有钱。 卖少卖将想要趁钱，想要转运，甲彬彬哥买泰国佛牌古曼童，抑过被检举，敢若卖假货伫骗钱。不是，你相信我。 VIP 群，如果我明天有空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牌是明的。会先店家出来提告他，但他卖出来的东西都是塑胶的。我觉得他很可恶。像我们来的时候，根本就不知道有那个被他叫去罚会的啦。有卖将为了要入去 VIP 的群组，开几百万的退休金，有的人开几千万，离婚卖厝，甚至有卖将国产气表被公审。不会开扩音，直接承认你的错误。 我现在要公布5分间。那他就跟我讲说，好，那你给我跪，跟我的神佛道歉，跟我的古曼道歉。然后，可是我并不知道他有偷拍我的照片。较含的是，卖将为了去和解，抑过被偷翕影片，搁传到群组被霸凌。你尝试联络的对象目前无法接听。 因为相信伊的卖将即马拢小人煞跳出来检举，敢是依照公益形象趁流量伫骗钱。记者敲电话给彬彬哥，结果前无回应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